台湾警管基金会调查发现，讲台北市的公园有超过4成的七桃米啊，已经过期，也毋过煞无重新来检验哦。基金会是呼吁台北市政府要赶紧来清查，嘛来保障公园七桃的安全。休假的时，真侪家长拢会带囡仔去公园佚佗，不过领导附近的公园敢有安全？尽管基金会甲台北市议员候选人吴征伫信义区的南口公园开记者会，公布因的调查，认为公园的铺面无安全。绝大部分小朋友如果他在公园里的游乐场受伤，来自的原因都是来自于从高处坠落，所以游乐场的安全铺面是一个我们检视一个公园游戏场安全的时候，是一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。监管基金会林月琴表示，因调查南口公园铺面的头部伤害指数 HIC 是1406，比经济部规定的1000高真多。囡仔若无注意滑倒，真容易受伤。除了讲测 HIC 值以外，可以看到是我们这地垫已经是可以手都可以把它搬起来的哈，这不是我刻意搬、恶意搬的哈，是它本来就。照理来讲，应该事实上可是各位看到这翘起来，我们最怕的是小孩子如果不小心绊倒，是撞到这边。虽然法律有规定3年要检验一摆，但是一直无经费通做。台北市公园处回应，卫福部今年初才开会讨论，要到明年才会开始第2摆的检验。他开会的内容啊，他是讲说，如果说检验报告已经超过3年的部分哈，那就要开始办理第2次的检验嘛哈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明年112年，我们已经有编经费要来做处理。监管基金会甲吴征呼吁，台北市政府应该要赶紧清查，保障大人囡仔的游戏安全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